大家好，我係黃仔，我哋主要賣南貨，有乾瑤柱、花菇、雪耳等等，每樣都有唔同成本同保存要求。面對咁多貨，要點樣先可以計得準存貨嘅成本同價值呢？今日就一口氣講幾個重點方法，方便大家跟住做。以雪耳為例，今個月我哋分3次進貨，每次單價都唔同。要知道存貨成本，就可以用加權平均成本法，計算每件平均成本，即係總成本除以總數量，總成本就係第一次買50斤，每斤102蚊；第二次買30斤，每斤103蚊；第三次買20斤，每斤104蚊。總數量就係50加30再加20斤，所以係每斤127蚊。簡單嚟講，就係唔同批次、唔同嘅錢嘅貨，用比例撈勻，再揾個平均嘅價。存貨總值就係等於每件平均成本乘以數量。平時我入貨嘅上等蓮子，每斤成本12蚊，售價照常理都應該高過12蚊啦。點知過咗中秋節，啲蓮子賣唔去，仲有咁多貨，唯有減價賣出去啦。原本18蚊一斤散賣，依家打算7折益街坊，用膠袋包起，每個膠袋包裝要成1蚊。睇返存貨按成本與變現淨值屬低法嗰段片，解釋咗變現淨值係由預計售價減去為咗要完成呢筆銷售所需支付嘅成本。所以每斤嘅變現淨係18蚊乘70%，即係12個6，再減埋膠袋錢1蚊，即係11個6。喺呢個情況，本身蓮子嘅存貨係以成本12蚊記錄，但係而家變現淨值只係得11個6，即係代表我買1斤就會蝕4毫。唉，真係肉赤。根據穩健保守原則，資產同利潤呢啲好嘢就唔可以多報，要蝕嘅就蝕咗佢先。因此，存貨要按成本與變現淨值屬低法計價，所以我啲存貨每斤要減值4毫子。伙計點數，倉入面仲有50斤存貨，即係一共要減值20蚊。有時我哋會先將貨送去客戶度，例如餐廳、酒樓，等佢哋試下先，再決定買唔買。又或者攞啲豉油去其他鋪頭寄賣。呢啲就叫按銷售或退回方式送交。如果客戶覺得適合，就通知你話正式買；如果唔啱，就可以原封不動退返嚟。喺客戶未講我要買之前，法律上個貨主仍然係你，公司仲要負責呢批貨。存貨按銷售或退回方式送交嘅重點有3個：貨喺個客手上，佢一日未確認要啲貨，擁有權仲係你，風險同責任都係你嘅。客戶有選擇權，佢哋可以買，可以退，完全由佢哋決定。要等個客正式講買咗，先可以確認收入。對於會計處理，可以睇下呢個表。因為存貨按銷售或退回方式送交，可以係俾個客，亦都可以喺供應商嗰度攞嚟。如果係送俾個客，實際位置就唔喺我哋貨倉。如果佢未話接受呢批貨，法定擁有權應該屬於返我哋。因為貨倉當時係點唔到呢批貨，所以應該加返落去存貨計價。相反，供應商俾啲貨我哋，而家擺咗喺我哋貨倉度，但係如果一日我哋未確認話要，都唔屬於我哋，所以要喺存貨計價度勾返出嚟。盤點嗰陣，伙計平時淨係掃眼前見到嘅貨，未必知貨係邊個，就係因為咁，先要喺盤點之後做調整，確保存貨反映緊法律上真正擁有權。呢啲就係點解我哋要作出調整嘅原因。俾個例子大家，20X7年12月31日，杜莎公司嘅存貨值為33,445蚊，之後發現咗當日成本12,000蚊嘅存貨有輕微損壞，需要4,700蚊修復，修復後將以10,500蚊出售。20X7年12月，按銷售或退回方式送出售價為6,000蚊嘅存貨俾個客。呢個客喺20X7年12月31日通知公司有意購入80% 嘅貨品，而餘下嘅存貨未包括喺20X7年12月31日嘅存貨計值，所以當日杜莎公司應該有以下調整。第一點，講嘅係按成本與變現淨值屬低法，成本為12,000蚊，變現淨值就係10,500蚊，減去4,700蚊，等於5,800蚊。將12,000蚊與5,800蚊比較，
就只要減值6200蚊。我哋寫個減號先。第二點講嘅係要加返個客唔購買餘下嘅20% 貨品，因為啲貨喺個客度，所以盤點嗰陣時係點唔到，亦都解釋咗點解啲存貨未包括喺20X7年12月31日嘅存貨計價，所以要加返落去。呢個就係調整咗嘅存貨價值。今日主要講解存貨係要以加權平均成本法計價。若果存貨喺計價當日需要調整，就要一按成本與變現淨值屬低法。當變現淨值低過成本，要即時將差額做減值。二按銷售或退回方式送交作出調整。喺邊唔重要，法律擁有權先決定要唔要計入存貨。下一集會再講如何喺記錄唔完整嘅情況下計存貨，例如盤點日期唔係月尾，期間入貨出貨要點處理等等。多謝收睇。搞掂企匯財，隨心學，隨心聽。